阳明山的温泉真出名，也毋过嘛传出讲，因为温泉水无够，9月份的时伫顶个月，公共温泉区捌关起来。北投的温泉业者即马是表示，这是因为受极端气候影响，最近的雨水有较少，所以才造成泉水的源头水无够。大众伫内面从浸温泉享受休闲的时光，这是北投兴义路的温泉餐厅，就算是平日浸温泉内面种游玩袂少。阳明山区的温泉真出名，分伫兴义路、新北投甲中山楼顶。最近所传出因为温泉水不足，尖山温泉公共营设捌关起来，尤其极端气候影响，可能造成雨量较少，温泉水量也减少。吗？应该是真的是还好啦，不会说到差很多啊。还是希望以后还是能泡到，对，不够热的感觉是有啦，有点不够热。民众拢咧讨论，无法度想温泉也会出现枯竭的可能性。那北投的温泉业者表示，最近雨量较少，确实会造成温泉源头水量不足。我们这边也是要靠有雨季啊，还是台风过来这样子哈，那个雨量充足的话，才有可能这个水才不会缺的。因为最近的台风都到中部、南部去嘛，它一定是地下水冒出来的嘛，地下水牵涉到有没有下雨，有没有补助啊，这个都是问题啊。极端气候是比较长远的事情，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要看近期的这个降雨的情形。学者认为温泉的来源真济，雨水是上大来源，一旦雨量减少，确实会影响到地下雨流水的含量。北市府定有温泉区管理计划，管制各温泉区开发总水量上限。新北投跟行义路的温泉区，因为我们是气压水，当这个浮流水比较少的时候，那基本上我们会稍微调配自来水来补充那个浮流水的不足，所以以我们目前管理的这个温泉新北投跟行义路来看，是没有说造成温泉短缺的情况。北水处表示，那淡水期原水量不足的时，会调配出来水资源，满足用户需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